纤细。你因为没有无名，所以无忧无惧，在仙乐飘飘中受诸佛迎牙的，就是奋发有为的你；在荣华盛会里令老母安慰的，也是光明清净的你。好，谢谢诗萍。请起领任慈悲。请认识各位贤贤大德，因为今天我们的老师指引呢，我们选了这一篇万事如意信文。因为这一篇信文呢，我也是在去神岩山参加一个讲座啊，有一位点燃师请了一位点燃师呢，他讲了这一篇信文呢，我觉得是很棒了。今天的信文呢，我就拿这个信文来跟大家呢做一个分享。因为我也是，以前呢没有比较不注意老师的信文，觉得老师的信文呢好像听过了就好，没有很深刻的去把它记住，或许呢就尝试的把这一篇新闻呢记在自己的脑海里，我都要把它照在那个手机上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拿起来练一遍练2遍，久而久之呢就背起来了。不然呢有时候真的是年纪有了，记忆力呢也比较不好了。如果没有用这一个方法去记一些信文的话呢，我们在平常日常当中呢要应用得到，还是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你就会回想这一篇信文。我觉得这篇信文呢，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在修道办道里面呢，可以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嘛。那个信文说，一个一个的试题轻轻放在你的生命里。修道人遇到问题，你是习惯平心静气感恩珍惜，还是习惯满腹怨气埋天怨地？因为我们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都会遇到了很多试题啦。如果来说的是上天发给我们的考试卷，每个人发的考试卷呢，可能都不一样，看你如何去解答，所以老师跟我们说，修道人遇到问题，他教我们，修道人遇到问题，你是平心静气感恩珍惜，还是满腹怒气埋天怨地？如果你对上天的一切安排，人生的所有际遇，都心存感激，满怀谢意，相信你所面对的压力呢，必将启发你无穷的潜力。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也不是说上天的一切，也是上天的一切安排。人生的所有际遇呢，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因果而来啦。如果没有因就没有果嘛。我们现在就是在尝试着果，但是我们对我们人生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你是心存感激满怀谢意，还是埋天怨地？所以呢，老师跟我们说，如果我们遇到问题，你都心存感激满怀谢意，相信你所面对的压力必将启发你无穷的潜力。因为我们知道说，人生过程当中，如果遇到压力，你才会有成长的动力嘛。如果你没有压力的话，你没有办法把你的潜力发挥出来。就好像我们在
在修办道的过程当中，在学习讲师，还是学习礼节，如果没有压力，你不会很积极的去参与。但是有压力以后，你就会有成长。如果没有压力的话呢，我们或许会想着说，我有班就来参班，我有事就来做事而已。那只是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我们呢就没有成长的空间，那么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潜力发挥出来啊。所以相信我们各位前贤呢，也都有那种认知啊。人生如果没有压力，绝对没有成长的空间。我们自己的潜力，我们都没有办法呢，把它发挥得很好。为什么？因为呢，我们没有遇到压力的话呢，我们就好像有阻碍，没有办法去突破。所以我们如果遇到了问题的话，一定要想尽办法去突破。如果你面对命运的一切不及呢，生活的所有点滴都当作打击，满怀敌意。就算你的脚本是喜剧，也可能演出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好坏全都掌握在自己手里，除非你放弃，除非你不争气嘛。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人生过程当中呢，本来有很多是幸福美满的喜剧，但是为什么会到最后呢，都会有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检讨自己，做好自己。因为人家说的是前辈者时常鼓励我们的，千错万错都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千万不要去怪罪别人，因为你没有做好自己，而怪罪别人的话呢，很容易把本来很好的幸福美满的喜剧呢，就有可能变成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所以呢，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因为呢，我们遇到问题的话呢，应该要用那个，用愉快和善念的心情，把它变成我们的生活习惯。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把愉快和善念的那种正能量变成我们的生活习惯。如果我们可以把愉快跟善念变成我们一个人的生活习惯的话，当你遇到问题，你就不会埋天怨地。当你遇到问题呢，你就不会排斥，所以呢，除非你放弃，除非你不争气，一切呢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一步一步会留下足迹，一言一行会留下成绩。努力不懈会创造良机，处境存诚也会创造奇迹。因为这一篇比较长了或许为了不耽误时间呢，我们就请各位前贤呢可以来发表，来分享这一篇信文的一些心得，好吗？有哪一位前贤需要那个分享给我们很好的心得？诗婷，你有要分享一下吗？后学分享一点点生活上的，就是因为这篇讯文让我后学在工作上，都有遇到一些挫折嘛，然后后学看着老师的讯文说平心静气，感恩去面对。后学因为现在
我们高中部6月1号就要举办毕业典礼，很多奖状奖品都是要急着用，然后学就是注册组的干事嘛，那这些都是后学在准备。那因为市长奖的奖状啊是指它有套印，可是我们必须自己核对它，然后你如果印错了，那你要再拿旧的去换新的，那因为已经印错，后学就是工作比较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市长奖就印出来就怪怪的，然后连续2、3次，还有去那个别的高中问看看他们有没有剩下，然后后来都没有嘛，后来就是后学必须去那个昆山国小，因为他们发放的地点就是昆山国小，那后学真的因为这个必须去做，然后后学也是很去那个昆山国小里面找教务主任，那幸好教务主任非常的和蔼，而且他还笑眯眯的对后学觉得老师说的很对，可是后学也很幸运遇到很好的人。然后最近啊，后学每天早上都对自己说，工作要加油哦。那头堂的作业呢，也要想办法把它下班以后就要再继续加油。然后每天呢，就是今天已经把那个毕业的奖项跟礼品都准备好，其他就是别的处室要去拿礼物、拿奖品那一些，幸好后学都准备好了，谢谢老师的讯文。谢。不简单，不简单。后学讲完了。好，感谢师弟浅显的分享啊。很优秀。当然，在工作上呢，可能要注意一点，不然的话印错的话会很麻烦的哦。对啊。还有哪一位浅显要分享一下？季贤浅显可以分享一下吗？季贤浅显可以分享一下吗？林恩慈悲好，等后学一下，好，可以后学也来分享一下。好。后学觉得说，那个各位浅显点传师，各位浅显，大家晚安。后学本来脾气是比较急的，属于是比较急的一个人啊。后来因为透过学习后学会在就是说要。现在没声音。网络不顺。网络不顺，跑出去了以后也没声音。网络断线了以后没声音了。季贤，没声音呢。网络断线了，断线了以后没声音了。季贤浅显，或许这边没有听到声音。不好意思，林任，不好意思，刚才断线了。现在那个，对。好，谢谢。好，现在这样子有听到哈？有。那刚才前面有听到吗？没有。都没有声音哦。有，前面有一段有，后面一段没有。那后学都到甜点店帮女儿这一段有听到吗？没有。没有，好，那后学从这边开始讲，就是后学以前的脾气会比较急，比较差，就是说，假设说我一听到一件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是对方就是跟我讲某些事情的时候，我可能会马上的反应就是会很快，就是也会就是对方如果说他的
口气不是很好，后学的口气可能也不会非常好的去回应。那后来透过学习，后学也会在想说，既然是要修行，那我们就是要去改脾气啊，去毛病啊。那所以在最近后学就慢慢的去练习，包括像有时候啊，我在店里面帮女儿做甜点做事的时候，她有时候在做甜点比较忙，那我要问她什么事情，或者说客人的订单啊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她有时候因为她手上有很忙的工作，她就会比较没办法说立即的回复我，或者说她就口气有时候会比较不好。或者是我刚好没听到的时候，他就会回复的声音，就是语气可能就不会这么的好。那后学呢，会先想一下，说我应该要怎么回答他。那如果以前是我的话，我可能也会，就是马上就回复他，就是用很不好的口气会回复他说，我在帮你耶，结果你怎么这样子对我？但是后来我会想说，你可以慢慢的，我就是会回复他，我的语气就会比较和缓一点的，会告诉他说，你可以慢慢跟我讲啊，或者告诉我说你现在还在忙，等一下再回复就好。那你的口气不一定要这么的冲，这么的，就是说不耐烦。你可以慢慢讲啊，一件事情你就用说的就好了，我们都听得懂啊，我们不需要这样子。但后学后来有反省，为什么他的反应会这样子？就想说，其实人家说言教不如身教，其实以前后学也是这样子。当他们每次问我什么问题，或者是说有时候就是在情绪上，或者说他们做错事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当下会比较急，可能会有带一点点责备的那个口气口吻去回答他们，去告诉他们，甚至是有点责备。所以后学有在反省，就说原来他们的样子是让后学看到了我以前的样子，所以我不会怪他们，因为是我做的不好的身教影响到他们。所以后学现在就是会慢慢的去跟他们沟通，慢慢的跟孩子沟通。那后学一直在改这个，就是把个性放柔和一点，慢一点。说话之前可能我们先想一下该怎么回答会比较好，而不是一下子马上人家说了一句话，你听不顺耳的或怎么样，你就马上就一定要反应，或者说一定就是要用不好的口气去回答。所以后学还在努力学习中。如果说各位前贤后学在讲话的时候有稍微急了一点口气不好一点，那请麻烦各位前贤再多多的给后学指正一下，谢谢。好，感谢季贤浅显的分享因为修道呢，就是不要看别人，要看自己，把自己的本分做好就好了。我们都有在进步啦，恭喜你啦！谢。还有哪一位前贤要分享一下吗？可以请淑萍前贤分享一下吗？淑萍前贤分享一下。淑萍前贤在线吗？淑萍，有听到后学的声音吗？不然请国良。淑萍，前贤听到吗？有听到吗？好，有，麻烦你分享一下可以吗？分享一下，现在没看到字幕。没有看到吗？没有啊，因为我刚刚用电脑不能讲话，现在换手机啊，然后就看不到了。是好。那后学分享就是那个济公佛佛跟我们这一篇讯文啊，说，一个一个的尸体，一个一个的尸体呀，我们生命中会有一个一个的尸体。那后学是觉得，不管是不是修道人，我们都一定会遇到
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我们是习惯平心静气、感恩、珍惜的去面对它，还是满腹的一个怨气去对那个面对问题。那后学如果遇到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年纪越来越大，所以会看得比较开嘛。那后学会觉得，后学如果遇到问题，就是会先碎碎念，那之后就会转念。我们都说，我们自己环境不会变，那我们自己的心要去变嘛。那任何的问题的出来，一定都会有解决的办法。那你自己不能解决，一定都会有旁边就会有我们说佛堂有天险，那公司也有同事，那也有经理，他们也可以帮忙。所以我们遇到事情，就是没有一件事情是公平的，可是我们自己就是要学着去转念，自己去变。那我们工作，我们自己把任何的工作，我们把自己本身的事情做好就好了。那别人要怎么做，讲什么，做什么事情出来，我们就是学会去看淡它，你就不会觉得说，怎么会压力会那么大？那我们就是平常的去面对它，然后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就好了。那不用说，对这个人他当下可能对你不好，那你就对他充满了敌意或怎样。我们就是当下后学都是当下过了就好，可是后学还是会碎碎念。那我们就是学着感恩他。那就像后学说，每天在叩首的时候，有时候如果说今天精神比较好，后学就会多叩首。那之前美香领任也有教我们说，我们每天可以多叩首300叩首啊，或者是1000叩首。那后学没有说叩首每天都很300个或者是几下这样子。那后学就说，今天可以，那就是多叩，感恩那个仙佛慈悲，让我今天平安的顺利的度过今天啊。那大家都平安顺心，那后学可能就是多叩个100叩首。那或者是后学在做什么的时候，然后就会说感谢慈悲，那今天仙佛让我们大家平安，那后学又多叩首。那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感恩，那你就会觉得你的心比较不会去乱想啊，就会平心静气的那度过今天啊。明天的事就是明天的事嘛，那我们明天再解决，一切不用想太多。那自己就是后学说的，自己做好就好了。心自己要懂得去变，那别人要怎么念，我们就是不管他，做好自己，那我们就会感觉就是我们每天就是我们就是每天的生活就会觉得很开心啊，就不用再每天在埋怨坏什么里面。那重点就是大家都很平安很健康，这个14就是大家平安健康最重要。好，谢谢。好，感谢淑萍浅显的分享当然做好自己学会放下，那才会满心欢喜。那才会满心欢喜。还有哪一位浅显要分享一下吗？国良浅显可以分享一下吗？本来是领任跟浅显，大家晚安。好，晚安。听到声音每个阮后生是安尼，感觉讲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一些事情，但是看什么心态去去处理这些事，因为每个人的因缘果报都不同，遭遇也不同。因为
遇到事情就是要看怎样去处理才会比较好，因为尤其后谁在生活当中，遇到事情也是都尽量去做，但是有的时候脾气毛病一定是会有，但是看尽量去改变，尽量不要遇到事情就让脾气毛病再那么大，所以慢慢试着去转变自己的心态，这样，然后谁的各个都完了，感谢慈悲。好，感谢国亮浅显的分享啊。当然，或者是觉得这一篇新闻哦，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呢，可以把它背起来。背起来呢，当然是要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啦。因为我们既然在修行的路上，我们就是希望每一位浅显呢，可以天天都有一点点的进步。不要站在原地呢踏步呢，那这样呢，我们就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光阴、体力。还有哪一位浅显要分享一下吗？右少浅显分享一下好吗？右少浅显。右少浅显有听到后写的声音吗？你没有麦克风哦，好，没关系。后写请一位浅显来分享。离乡浅显分享一下可以吗？林任，晚安。晚安。分享一下哈。好，原师林任，各位浅显大家晚安。老师的这篇词信他说一个个试题轻轻放在你的生命里，记录到人遇到问题所以我们的习惯平心静气、感恩珍惜，还是习惯满腹怒气每一天怨地。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常常的遇到一些问题都会啦，磕磕碰碰都会啦。但是当问题来的时候有时候在我们还没有进入道场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就是不会经常会想到说为什么碰到的事情都是我，为什么别人都不会，为什么这些事情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就会那种满腹的怨气然后就会怨天怨地的。可是当我们在在道场上修有通过学习啦、经典啦然后前贤的，然后说三部有在道场学习道义，学习还有前人啦、点燃师啦，还有同修的这些陪伴，然后一起学习共同学习，然后就会用经典的学习，然后就会在改变自己有时候碰到问题就说我是哪里做的不够好还是哪里有失误那我碰到这些问题我要怎么去解决，我们就会去反省自己就会不会说每次碰到问题就会抱怨，这种情绪就会出来。后学社长都说有时候碰到就是说，比如说后学在这里今天就会有前贤来说你怎么在现在还没有吃早餐现在几点然后就说现在才7点了，然后会那么早吃早餐后学现在晚上下来还要准备早餐，没有那么早啦。对啊，他们每天都问后学同样的问题，有时候后学就会为什么我每天都问这个问题，后学就会有些心里就会有些疙瘩，有些不舒服，然后就会想说对啰嗦，然后有时候就讲说
老人家啦，人家关心你嘛哈，才会问你哈，或许就会有时候在想我为什么会嫌人家这样啰嗦，自己就会就会说对不起，就会心里在想说以后哈要对人家客气一点，不要嫌人